来，这个医院起8年大肠癌的抗癌之路，是互伊至亲家属真唔甘真病痛。医院起当时发现大肠癌的时阵，才31岁。医师来提醒，最近这几冬来，大肠癌有少年化的趋势，讲有真侪少年的病患，伫咧初诊的时阵，都高达70%，已经是第3期，或者是第4期。这个大肠癌的镜头，贫血加上放血，加上大便的习惯来改变，再加上不到会胀会痛，那像以上的镜头同时来出现，讲有46%的几率都是癌症，要赶紧去看医生。另外，一定亲的家属若有大肠癌的病患，安尼其他的家属得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，上好要提早10年来做大肠癌的体检。初诊疫情，2天的查囝，医院去抗癌真侪年，嘛是不幸过身。伊31岁时阵，就发现得到直肠癌。这几年少年人得大肠直肠癌几率比过去悬出2倍。有研究讲，少年患者头一摆来看时阵，已经有70%是第3期，或者是第4期，佮有1/3的人癌细胞早就已经断开，比老大人更加严重。80、90岁的老先生得癌症了，他的癌细胞也80、90岁。所以反而越年轻，他复发的机会越高。应该是60岁才得癌症的，我今天40岁、20岁就得癌症，表示你的免疫系统有部分被突破了。大肠直肠癌早期镜头无显目，较袂去注意。不过医师提醒，和家族遗传史有关系。研究显示，当一定亲家属内底有大肠直肠癌的患者，其他亲人得癌的风险也是一般人的2倍。另外一种遗传性大肠癌，当家族3代内底有超过3个患者，内底上少一个人确诊岁数无满50岁，其他亲人都要注意，都要提早做体检。会建议50岁做大肠镜或是粪便潜血检查，但是如果今天你家族史的话，你可能要提早10年，可能40岁就开始要做大肠癌的筛检。等到出现镜头，事实上已经是尾期，民众若是定定上便所，感觉无好放，或者是落屎落超过1礼拜，就应该提高注意。医师建议50岁以下的民众会当当年自费做大便的检查。阳性再来做大肠镜，其中有50%阳性的人会发现蓝三疤，其他5%都是大肠直肠癌患者。放屎闹血，民众拢要加注意。平常时要注重养生，红肉、加工肉品、含鲜物件拢要食较少咧。甜的物件慢慢食伤济，较袂大颗，袂当降低得癌的风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